要到过那个舞台，再放两将军放两将军，挺好的。五宝啊，那个叫五宝。哦，这个叫五宝，这个叫五宝。哦。来，拜拜。拜拜。老龙，你站前面啊，别乱跑了。老龙，你站前面，别乱跑。好，谢谢。大家帮忙拜拜。这抱着你。哦，这抱着你，这抱着你。太太啊！